諾貝爾和平獎的安慰獎，川普斡旋加薩和平獲以色列最高榮譽。諾貝爾和平獎10日揭曉，宣稱已解決8場衝突，多次公開表示自己應該得獎的美國總統川普落選。不過根據法新社報導，在川普成功斡旋加薩 Gaza 和平協議促使人質獲釋後，以色列總統赫佐格 Isaac Herzog 13日宣布，將授予川普該國的最高平民獎項——以色列總統榮譽勳章 Israeli Presidential Medal of Honor。赫佐格在其辦公室發表的聲明中盛讚，透過不懈的努力，川普總統不僅幫助我們的摯愛回家，更為一個建立在安全、合作與對和平未來真正希望之上的中東新時代奠定了基礎。赫佐格表示，他將在川普13日到訪以色列時，親自告知此一決定，並在未來數月內正式頒發勳章。川普此次短暫訪問以色列，正值他所提出的20點和平計劃第一階段即將執行之際。根據該計劃，以色列與哈馬斯 Hamas 將於13日進行人質與囚犯的交換。在短暫的訪問中，川普預計將會見人質家屬，並向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此行被外界視為一場勝利之旅。繼奧巴馬之後再獲殊榮，以色列的總統榮譽勳章旨在表彰對以色列國或對人類做出傑出貢獻的個人。報道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前一位獲得此項殊榮的美國總統，正是川普長期以來的政治對手。前總統奧巴馬 Barack Obama， 他於2013年獲獎。如今川普也將獲此榮譽，被認為對其個人而言，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